大清朝宣布，明年中央政府将预算案税出税率平衡无机制前提之下，会增列2357亿，全面普发现金，一个人1万块。主计总处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来到11.05%，也讲去年30岁以下青年平均年收入是58.77万。民航局证实讲，有收到2名航空申请停飞台北往回花莲的航班，目前正在审查。那花莲业者也烦恼讲，若准来减少，就减少大家来遮行大意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7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咱国内经济呢，这成长带动税收的增加，总统赖清德宣布，明年中央政府将预算案税出税率平衡无机制前提之下呢，会增列到2357亿，全面普发现金，一个人发1万块。就国民党的人士伫遐质疑讲进前普发现金的时阵，这民进党的立场介上唔是安尼。那这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总调蔡其昌伊就强调，这是赖政府伫咧预算编列了后，也是有加一预算，那这部分的预算是袂去排斥掉其他预算案的。人工智慧持续带动咱国产业发展，今年经济成长率收关到11.05%，可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总统赖清德宣布，要予全民共享经济成果，每年普发现金1万。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万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看演过2009年金融海啸冲击经济，当时马政府发放振兴经济消费券3600块。国内新冠疫情期间，蔡政府2020年先发放振兴3倍券，自付1000块了后，会当用券消费3000块。2021年又发放振兴5倍券，金额5000块。2023年疫情过了后，为了振兴经济，国家税收超定，蔡政府又普发现金6000块。2025年因为国内未少产业受到美国关税冲击，国家国会在野党团主张税收超定应该行税互民，最后立法院3读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因应国际情势、强化经济社会以及民生国安论线特别条例，空列特别预算上悬5450亿，明定每人普发现金1万。当时调也要争论普发现金的适当性，也甲是不是排斥其他预算。今晚总统宣布要普发现金，嘛引起在野阵营质疑。蓝白在立法院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万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违宪。甚至说这是用你的钱买你的票，甚至也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请问赖总统认同这样的说法吗？我认为应该要跟国人清楚的做一个说明。真的谢谢总统他终于知道民间是多么苦苦民所苦AI 的红利本来就是应该全民共享啊。总统是说要发1万，明年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应该要发2万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强调，预算是为明年各项中央政策预算拢编列了后，还有剩的预算空间，无排斥掉其他预算。赖政府相关要做的其他的政策跟重要施政的建设，钱也都编进去了，所以编完之后，如果还有钱，就应该回馈。赖总统强调，2016年政府总预算税出差不多1.9兆，到明年度3兆9266亿，10年来税出规模加1倍，表示台湾国力嘛增加1倍。除了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案的编列，嘛无袂记咧画立法院爱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记者采访报道。头拄则有讲到这经济成长，这主计总处进前也预估讲，这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机会来到11.05%。不过，这主计总处也公布讲，咧台湾的去年呢30岁以下的青年平均的年收入是58.77万，一个月薪水差不多是4万9。专家是认为讲，这台湾主要的经济成长率拢是靠这 AI 和半导体这等等的产业，就要避免这社会出现畸形经济。由政府呢，就要对这社会福利，还有扣税制度去做改变。台湾经济成长率去年达到8.68%，创25年来新高，带动民众平均年收入提升。分析去年各年龄的年收入收入，还未30岁以下青年平均年收入58万7千外，换算汇集大约4万9千。中总年族群的平均年收入也有7.9字头。如果是做那种可能柜台或者比较简单的，那月薪可能就还是3万多吧。起薪好像一开始没有，就是比较无感，就是没有想象中高。
民众感觉无共行业别，薪水待遇真无共。伊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到6月受雇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数每月51888块，也毋过有7成员工拢领袂到平均数。结果平均数的行业别，有所餐饮甲美容美发业月入拢无超过3万8，光过平均数行业别。有出版影音甲资通讯、参金融保险业，月金拢超过7万1。受到 AI 甲半导体产业带动出口甲外销订单真好。主计总处顶次有讲，今年经济成长率有希望双位数成长，来到11.05%。毋过排除 AI 甲半导体等员工，一般民众煞因为薪水停滞等因素，对高经济成长无感觉，形成畸形经济结构。少数的人，他因为整个产业的发展，他可以越得到越高的薪水，可多数人可能薪水还是维持原来的水准，或是增加一些哈。那这个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很可能就会造成很多人就想往那些高薪的产业去集中。专家建议要改善畸形经济引起的好价善差距较大，呼吁政府为社会福利加税制来做。伫教育端也当透过看领域学习，做人力资源的中心配置，降低薪水差距。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顶礼拜三通过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也甲总统府的各部机要费3000万全部抬调含冻结。总统府就发声，讲已经甲这37间的庇护工厂批中秋礼盒，那转来打动会影响到弱势族群的生活。那立委洪巧玲电倒是要求总统府就要赶紧来公布立法院已经通过，但是拢唔公布的5项法律案，才会当来改动。总统府强调讲，这改动的条件牵涉危险，无应该甲国会预算监督和宪政职权揽做伙。另外，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台湾至少成长及未来考作条例，行政院今仔日认定讲有违宪的问题，未去甲复述。立法院7月24日三读通过纳白提案台湾至少成长甲未来小户条例，不过行政也规划0到18岁每个月5000的成长津贴。佮今礼拜对外表示，按照原本的政策规划，罗总统17第2摆提出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干部强调成长津贴免立法已经变成明年总预算。政府直接做个人直接领，会继续推动3737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行政院认为纳白版本对未来小户条例违反宪法分立原则、比例原则甲做事法律原则未符属。他现在要加码，要实施，我们欢迎但是我们希望他回到立法院3读通过的版本。跟行政院目前的规划比起来，它的这个启动金额，限未来的出生者。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出生的18岁以下的儿少，那可能还领不到。对共党提起爱尊重立法院三读了的条例，民进党团强调在野版本唔那加大贫富差距，也违反预算法。立法院顶礼拜处理总预算案，纳白联手表决通过，罗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减4000万，冻结2000万。另外，发射伤害唔那是弱势社会福利，也有基层公务员的技能救助，甲第一线军警当地政权的年节规律。提案冻结的那位王巧玲无赞成，爱总统府卖情绪卡油。关键公布立法院三读通过，煞停落来5项法律案来换出改动。赖清德总统他每个月拿50几万、60万的薪水，他如果真的做爱心，他可以靠自己掏腰包去做爱心。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就是存在于冻结黑赖清德的删除，对一念之间，我是冻结，他只要一公告，2000万立刻就可以使用啦。解冻的条件与国务机要费的用途或预算监督毫无直接关联，借由冻结经费，试图要影响总统依法行使宪政职权的行为，已经逾越了预算监督的合理范围。总统府表示，国务机要费希望每年3000万变的规模是为1803年度开始到1813年度，经过纳入7前连续11年无删减冻结，无共政党7前拢共款，所以立法院不应该混淆国会预算监督甲宪政职权的界线。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投票通过3个公投提案，其中一个就是变形公投。有几类人权团体因是联合发表声明，因是表示反对。因也批评讲呢，这个公投违宪，也违反着国际人权基本，也个医疗伦理，而且无吓惊犯罪后果。那监察院的人权会也发出声明，讲这变形违反着国际人权标准。中选会部分呢，按算之一会来开这委员会讨论。
立法院会14通过3项公投提案，其中变形执法提案52票对51票，1票之差通过。不过真侪人权团体联合声明，强调明确反对，佮提出台湾为2009年通过两国约施行法，那将变形特级法制，直接违反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伫国内法律效力，会甲台湾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正面冲突。回到宪法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原则，其实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我们的宪法的确保障了人民的身体权以及人性的尊严。那这样子的刑法的执行过程，的确会非常严重的折损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及人性的这个尊严。人权团体强调，国民党票明受犯国家14公约禁止的刑法，以增加破坏力，目前变形缺少可靠的犯罪协助实证，也点出国际人权法原则，禁止将人移交到可能遭受酷刑的所在。那法庭通过变形，会增加引渡甲跨境司法合作障碍。检察院人权会也声明表示，充分理解重大犯罪对被害人家己家属造成身体伤害，甲社会对强化犯罪防治。保障人民生命、身体甲财产安全的期待，不过强调，司法变形无符合人身尊严保障甲禁止酷刑的国际人权标准。犯罪防治应该伫符合而且符合人权标准的刑事政策，司法变形不是有效的解放。透过公投可以进行社会的对话，还有包括政策方向的制定，这本来就是公投投票制度最核心的意义。民意也可以透过公投来反映重大犯罪恶行以及社会治安的期待。透过公听会，可以透过座谈会，而不是只有交给公投来决定，因为人民的意志或者是相关的决定，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法律所设定的框架跟界限，本来就是一个专业与民意的对话。3项公投中选会按算伫日期讨论是不是成限，若经中选会审议通过，会甲11月28到合期大选合并举行。照公投法2项条件，用最近一摆总统选举前总共1954万8531人做基准推算，同意票爱488万7133票，而且比无同意票较侪才算通过。记者综合报道。这公投案个另外一案，就是国民党团提出的要重新启动核电的公投案。民间团体也质疑讲，安尼是在乌白使用公投制度，也认为讲这题目的设定呢无清无楚，还有中选会唔通互通过。那国民党团强调讲，一切拢是有符合公投法的，中选会就要依法审查，赶紧办理。公投非儿戏，政客别算计。大声法口号，在环保与人权团体呼吁中选会，甲立法院14通过要送到中选会的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改动落来。因质疑这项公投的主文，你是不是支持政府使用核电进行经济，以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那地步意思含糊，而且就算最后公投通过，嘛是爱转来到国会的修法定数。因批评这是滥用公投制度，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别观察现在赖政府的举措，他都要在谈重启核电，都让我们觉得都需要批判了。但是国民党今天也再来一招，我们真的都不知道立法院里面的这个蓝绿白这个3党，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政治游戏啊？台湾的能源未来不应该再由政党设计这些充满误导内容的公投题目，也不应该沦为政党算计的工具。提出这项公投案的国民党团对此表示，这项公投提案符合公投法内面关系重大政策创制也是法规的规定，中选会应该依法审查通过，而且强调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正好，电力也是重要的关键。呼吁了中选会秉持着中立独立的立场看待我们的公投案，专利最需要的就是电力。电是不够的，大家都清楚，所以恢复核电绝对有必要，所以非核家园应该把它拿掉。这个东西让老百姓来决定嘛。根据公投法第2条规定，中选会对立法院送交的公投提案，将会审照是不是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也是法规进行审查，这就要等待中选会委员审议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呢，有民间团体咧质疑讲，这社会主体起的数量敢是减少啊？即马是搁再质疑讲，这行政院上届新的规划100万户社畜家庭支持计划草案，这内面咧针对着这社畜补助，可能会对目前的90多万户到2032年的时阵，剩50万户尔。那内政部的国土署强调，政策随时拢有在调整，那整体对这社畜家户支持未来求水。
面对房价不价起，来互上班的人会当休喘的租补政策，来敢会调整。根据民团20都市改革组织指出，行政院上新规划100万户社畜家庭支持计划草案，其中90万户社畜补助，建议为明年起，以每年2万户当年调降，2032年会降到50万户拿下7期。政府讲好的基础正义根本跳票，另也是表示政策会当调整，也毋过爱清楚说明。可以去调整政策，但是对于你政策的一个目标要去照顾的人，你不能因此而去受到冲击。我想要请问赖总统，过去你所承诺的这些经济弱势或是单身年轻人的居住正义何去何从？虽然草案内容行政院还未核定，根据统计到8月10日为止，全国租金补贴户数93万7336户，前3名分别是台中21万户，基础是新北甲桃园。未来敢会将总数扑一半。内政部国土署紧急澄清，各政策进度随时调整，目标毋捌改变。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3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他们现在都会讲说，他们现在租金补贴多少？可是依照他们现在要实施的这个方案，是未来每一年的租金补贴的户数会下修。他们自己的算法是，他们的包租代管会在持续增加，要达到的是3个加起来是100万。政府表示，3项政策会互相搭配，除了租补，包括多元兴办社会主体，目前有12.2万户，包租代管社体11.6万户，未来拢会调向各25万户目标推进。不过民团烦恼增加包租代管的经费，煞互包租户数面临扑一半。首先影响的都是多数青年，或者也积极租补会合理快着食袂着，甲补偌济起偌济困境。目前租金补贴政策面没有优先序，一旦不管变成要排队也好，或者是抽签也好的话，某些收入比较低的，但是他们有没有达到呢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中电反认为，租补政策起初设计的暗藏风险，尤其政府是无强居民的功夫在手，无法度面对市场的强势变动。20都市改革组织表示，包租代管租补的共同致命伤，就是一旦租补停发，还是厝头家提出保障税无，只有直接兴建社体，才是落实基础正义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进前问咱观众朋友，若准去到花莲，你用是什么款的交通工具呢？伫华信航空申请停飞高雄往回花莲、台中往回花莲航线了后，民航局也讲呢，有收到立民航空申请停飞台北往回花莲的航线，目前等咧审查。在地旅游业者就惊讲呢，目前国内飞花莲的业者若准拢退出啦，未来花莲对外就无无人机，会影响到国内外游客去遐观光意愿。那在地民众也讲，坐无人机是上介紧的方式，希望唔通登去。国内航空站旅客排队等托运行李，拜下晡敢若有一班飞台东的航班，当台湾的旅客听到有业者提出申请停飞台北到花莲航线，拢感觉无啥会当接受。有少一个选择，平常比较不会坐火车，对，就时间差很多。好多人都是北上就医，我每次搭飞机，我就看到很多老人家搭那个台铁，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不必要，而且要耗费很久啊。立民航空表示，北部旅客往回花莲真倚靠陆路运输，台北花莲航线空运需求低，为着使有效航空资源得到较好的运用，6月底向民航局提出台北花莲航线停航申请，希望会当甲运能转到离岛航线。看即卖的花莲往回台北陆路交通，以代替行车速度上紧的新自强号做例，单程票价583块，坐时间差不多2点半钟，逐工开。立营即杯的北花航线单程票价1722块，飞行时间50分，目前标定每礼拜4班。面对这个梅雨季、台风季，其实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会停止公路、铁路运输的话，没有其他的选项能够让北返的客人做选择，那当然必然一定会影响大家到花莲的信心。民航局证实有收到立民航空申请停飞台北花莲航线资料，目前等伫审查。根据民航局的统计，顶半年立民航空伫台北花莲航线载客率是24.2%。学者分析，政府确实应该提供多元运具，让民众有选择，嘛会当促进开学平衡发展。不过到尾还是爱看市场。运具要多元。那万一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其他的运具可以补上。
因为从整体的交通规划来看是这样，但是业者本身他们有他们利益的一些考量。国内线机票26年无起，这阵国际油价大起，也有人事成本增加。进前华信航空是形容花莲航线是飞一班了一班，嘛已经向交通部民航局申请停飞高雄到花莲，若台中到花莲的航线，目前互人要求补件，即马入园航空嘛做伙申请，若是拢互人核准，未来花莲航空站就无国内线航班。记者采访报道。今早起呢，伫高雄国际机场有一个已经入台湾籍的越南新住民，因为伊的签证过期，航空公司就拒绝伊上飞行机。想袂到伊就起掠讲啊，甲这柜台物件拢扫扫落来，关键去甲挡，想要到搁互伊拍，当场就甲压制饲伫涂骹，伊照着现行犯按照妨害公务罪，甲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国际机场内底，一个查某人伫航空公司柜台头前吵吵闹闹，无论地勤人员安怎口劝拢无效，已经失去理智的查某旅客，毋但甲咱柜台物件拢扫落来，甚至连员警来口劝也互伊剥几落下。警方看毋是势，只好强势压制。你造成查某人失控的原因，敢若是因为签证过期，航空公司拒绝甲载。有民众看到画面讲，这行为实在无必要。天然的话，就会很丢脸吧？很丢脸。对，如果我的话，我就回去养护中心，中来的班，中来班的，然后回来睡就好。警方表示，这个越南籍的查某人已经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因为甲翁婿离婚，佫无透露，就想要登去越南，所无注意到家己的越南签证已经过期，航空公司照规定处理，拒绝登机。查某人情绪失控，伫咧机场内佫出手拍警察，落尾警方也按照现行犯以妨害公务罪，甲人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攻击远警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远警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远警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照规定，民众要入境越南，会当申请一届型的，也是一届型的签证。不过，无论倒一种，一定拢爱伫咧期限内。因为航空公司若是违规在签证过期的旅客，除了爱互罚钱以外，旅客嘛会互遣返。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仓报道。嗰落即摆呢，这极端气候雨若一阵来，有当时也是足大阵的。来看这台中8月7日到23呢，要举办这专区运动大会。不过有选手指出讲，昨举办这万速野球预赛时阵，过头了后，煞伫咧落雷公雨季的涂骹拢已经积水啊。这比赛煞是要照常举办。投手和捕手为着要接球，两个人拢做伙出来受伤，因着批评讲，这裁判团呢伤过限啊，市政府也拢无配套措施。大水雨开始了，涂骹暂时搁烂糊糊，不过选手嘛是爱照常比赛。到第3局顶半场，马达讲出关飞球，手臂的克制甲皮只为着接球出代志咯。上来！两人为着接球，他个拢做伙靠一个送医天过来尖。昨日下晡，台中市专区运动大会举行万速垒球比赛。迄当时是大雅队甲大安队的对决，不过西北好直射比赛煞无法停，带队领队批评裁判团现场场地都无写比赛，宣布停赛。已经到那个鞋子都已经淹到鞋子了，根本就没办法打了啦。都是因为相撞才停的哦。那时候甲场地已经停了，没有人在打了，乙场地还在打。大安区领队不满，迄当时虽然领先，不过天气已经无适合比赛，甲人反应煞无效。最后球员受伤，敢若会当放弃晋级的机会。其他球队嘛不满，苏当时比赛球场分做2场，不过2区的标准煞无同，市府的配套措施嘛不足。因为甲场地在第2场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灯了嘛，我其实也有讲很大声，我说那甲场地已经开灯了，为什么乙场地都一直不开灯？对，也是不理，也是不做回应。台中市府表示尊重各场地主审的专业判定，分别判定停赛了后会进行补赛，嘛会照规定甲受伤的球员申请保险理赔，了后会加强审视安全条件，甲完成后天备案。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南韩年度联合军演一支自由护盾今日举行，驻守伫咧南韩的美国陆军第8军团进前就讲到，会甲这军用的装备、等等物资和第1岛链投射战略牵做伙，若总有战争来发生，就会当来赶紧启用这个装备。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伫咧军演进前用网络发文，讲有下令缩减这军演的规模。有专家认为讲呢，这是对这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到大呢，这美军的弹药减少真济，会调整到区域战略，甚至要求美国爱家己照顾家己的安全。南韩军舰甲美国航舰编队航行，两国长年拢有联合军演展现协同作战能力。美韩年度联合军演以至自由护盾17到27开始。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伫军演进前，伫社群平台表态，已经支持5角大厦大幅度减少，甲南韩联合军演规模，佮讲到首尔当局负责参加针对伊朗行动。美军在中东的这个战事，包含乌克兰的这个协助方面，其实已经让它产生到很多的这个消耗。怎么样要求盟友去做协防这一段，我觉得他也在做测试哈。虽然川普被减少军演规模，不过根据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国陆军第8军团表态，这摆军演进行陆军有第4号独盾 APS-4 的快速分发加精密定数，甲伫第1岛链投射战略挂钩，也就是美军事先将自走炮顶当装备甲物资部署伫前线，当地有突发事态，并伫因为本土快速投射到战区，直接启用有敌装备，大大减少反应时间。这也是第8军团第摆讲到第1岛链，各界关注驻韩美军战略角色是不是扩大到台海甚至印太地区？美国军方有这种设想，但是实际面上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行哦。他调到第1岛链的时候呢，他反而会激起说，他要不要南下侵犯韩国的意图？后勤人员的军官塌掉，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哈。那你说真的战斗部队要塌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不可能。但国民分析，驻韩美军要伫第1岛链投射战略挑战未细，反倒当然是协助强军的算是意义较大。不过，就伫美韩联合军演进前，强军也动作。强军一直放出陆海空击平实弹射击画面。中国大连海事局最近发布航行警告，16下晡4点到30下晡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表场意味真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摕到世界12强这棒球赛、预赛、复赛和2028的洛杉矶奥运资格赛主办权。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和世界棒垒球总会今日也正式签约，要做回来举办这比赛。这届呢会伫咧台北的大巨蛋举行。3、2、1。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甲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要同齐举办2027世界12强赛，甲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赛。台湾代表队这摆除了会是预赛 A 组第组队，复赛阶段专定伫台北大巨蛋举行。棒球协会理事长高中良强调，有主场优势，信心更加有。有台湾人做后盾，比赛只要办在台湾，我们拿冠军机会就很大。台湾正式处理2项关系奥运的国际大赛举办权。球会也表示，唔能当见证满场大小应援，也是透过一场的比赛，让世界看到台湾棒球。甲举办大型比赛，令到台湾棒球顶一届骑上奥运舞台，已经是2008年北京奥运，隔20年搁拼中关奥运。棒球也特别请来1984年美国出战到洛杉矶参与奥运的团级选手，为参赛球员来加油。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我们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新一届比赛也有重大改革，参赛队伍头一摆为12队扩大到16队，加出来4项资格会由世界排名13至20名的北极队伍争取。其中一组会伫西班牙举行，参赛队伍包括西班牙、哥伦比亚、意大利甲德国。另外一组伫中国广东比赛，参赛队伍有中国捷克、英国甲尼加拉瓜，每组会各出前2名晋级回来赛比赛胜数，人可能也会增加。不过棒协有信心，比赛规划拢有做好准备。像包含交通车啊，那些
大众捷运都是一样。对，捷运班次他们会依照我们的，比如说好中华队的比赛可能就会满场会多人，他可能在每一局我们询问说可能还有什么比赛会结束，他们会开始机动加派那个班次。棒协表示会继续甲北市政府局沟通，希望伫比赛进行的时会当及时联系，看赛况会是延长，还是提前终局，来协调调度班车，让线流更加流畅。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呢，参加新北市一间模型俱乐部办的游击赛，却互对方拍到头壳不幸死亡。俱乐部的负责人丁教练本身就有模型教练的资格，却因为过失致死罪嫌被起诉。本地一审是判无罪，不过这二审合议定认定讲，这丁教练呢是中华民国模型协会会员，虽然无遵守国际模型的规则，安排医生伫咧现场，人会死是有因果关系，所以该判6个月会当用罚金代替。要去法院出庭，伊是模型区教练丁浩峰，身兼新店模型区俱乐部馆长。真侪年前，家己办模型区友谊赛发生危险的代志，一个姓吴的选手头强目着，比赛了后紧急送医，也是闹死死亡，互人告过失致死罪伊。本来一审无罪，二审改判6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即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有罪定案。我现在也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我先到时候看了那个文以后再说吧。定罪关键是有国际1群模型区教练以及国家级模型区教练的资格的丁浩峰，是中华民国模型区协会会员，无遵守国际模型区规则，爱配伫医师专程在场。合议庭认为，若是依照规定安排，医生可能伫比赛前检查发现被害人2礼拜前头有外伤，禁止参赛。就算稳准比赛，医生也当随发现各样停止比赛，加紧送医。所以认定被害人的死甲教练无配伫医生有因果关系。原判决采证认识，符合经验、论理及证据法则，且无理由不备等违法，驳回上诉确定。面对司法结果，被害家属发声表示，准公判决有罪确定。不过，囡仔雄雄离开是父母一世人的痛，希望这条人命会当引起各界重视任何有风险的运动，拢会当严格执行安全规范。袂当用已经有要求签切结书就下节，爱参赛者家己负担风险。你看，像我儿子这样就走了，对我们是一辈子的遗憾。这件案件进前，就有高雄吉斗赛选手失去意识，倒来送医急无转来。今年5月，台北湾澳参赛者比赛了后，身体无爽快，甲不幸过身。像模型区的高风险运动，事故不时发生，凸显医疗重要性。我们前期比赛的规则，不管大小比赛，医生这一关一定要过。你要省的话，你就省小钱，损失大的。虽然官方模型区比赛拢照国际规则有医师在场，不过面对私人比赛，就像这个案件，运动部回应，民间主办比赛爱看市府规范。新北体育局说讲无权监管，敢若负责消防安检等。不过关系私人办模型区比赛，好亲像原来有监管的路旁。记者采访报道。提起来，观众朋友，无论讲吼，你啉的这物件究竟有几拍，只要有啉酒，都袂当骑车赛车。伫2年前呢，高雄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伊伫咧厝内面啉6罐的秘鲁，落尾呢，伊就骑这乌多摆要去接读幼稚园的查某囝来下课。查某囝呢是骑伫迄个乌多摆头前的骹踏啊，佮无戴安全帽，落尾发生车祸，害一个查某囡仔来过往。那这个爸爸呢，捌因为食酒骑车哄判刑吊销驾照几落届，高雄地方法院呢，国民法官法庭以酒驾致死罪，甲伊判10年8个月。这个案件呢，也是国民法官制度伫咧2023年施行了后，酒驾致死判了上届重的。白色轿车准备倒弯，另外一边伫行奥多摆的技术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直接弄到轿车，互骑伫咧骹踏板的6岁查某囡仔飞出去，摔伫涂骹，送去病院急救不治。警方阁发现，这个查某囡仔无戴安全帽，骑车载伊的老爸超速阁食酒赛车。代志伫咧2024年12月发生的，去互检方依照酒驾致死罪起诉。经过国民法官审理，重判查甫人10年8个月。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令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而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关键在于被告曾有酒驾前科，10年内再犯并致人于死，因此适用刑法185之3第3项加重其刑的规定。
这是国民法官制度伫咧2023年起稿了后，酒驾致死单一罪行量刑上重的一个专案，可以当上诉。法界人士就认为，这甲这个查甫人是累犯等等因素有关系。防制食酒赛车的民间团体就表示，最近这个档针对食酒赛车致死的案件，法官判刑平均的刑度3档2个月，这摆当判会当看作是食酒赛车刑度有进步的第一步。国民法官他在判刑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会跟过去职业法官他们在量刑的时候有所不同。国民法官因为都是素人，他比较能够产生被害家属的同理心以及正义感的投射，所以他的判刑多方面会比较倾向于重判。协会就认为，足侪食酒赛车民众拢感觉讲袂防炸落来，也是认为家己无罪的错误观念。呼吁民众，无论是一喙还是一杯，只要你有啉，就袂当赛车、骑车，较免伤着别人，嘛伤着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呢，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以食毒赛车撞过红灯，连续弄掉3台车，最前2个大人，一个3岁囡仔受伤，加在是无严重。警方就问这个驾驶敢有食毒，想袂到这个驾驶呢，竟然就交出一包 K 他命，而且做这喙烂快胎也验出着有3种毒品反应。警方随甲人移送法办，那种种这悍过行为，抑个违规加起来，拢总计罚12万5400块。来，站长，现行犯。等一下，我先逮捕。4个肇事驾驶坐伫顶仔卡，警方接到民众通报车高赶到场，询问驾驶敢有食酒食毒。4个查甫人遂提出一包5公克外K他命。警方对做快胎也验出3种毒品的阳性反应，又个是食毒赛车。2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规定逮捕你。对，1、2、3撞3台啊。昨日下晡4点外，车长坐时间，高雄左营新庄路甲自救二路路口，一台红色轿车弄红灯对倒并冲出来，先甲白色轿车弄甲西180度，去弄到黑色的厢仔车，佮弄到咧单倒挂的修理车。肇事的红车规个车头弄甲密密麻麻，白色轿车顶悬2个大人，一个囡仔也受到轻伤，加在送病机了后拢无啥要紧。不一个肇事驾驶食毒佮弄红灯，除了上悬罚12万5400块以外，也当场扣车吊扣驾照，移送法办。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唾液检验成安非他命、K他命及苯2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发生事故的路口原地车道多，加在弄掉的拢是轿车，而且受伤的3个人拢无啥要紧。警方呼吁，新修法了后，相关的裁处拢已经加重，食毒赛车害人害己，毒品千万唔通捌。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依然有一个姓陈的林某，和家长指控讲，伊虐待4个月大婴仔，造成这婴仔呢脑部受伤真严重。不过，这个案件一审判决合议庭认定讲，以详细报告来看，婴仔脑部出血时间是一个报案的前3天，迄个时阵抑阁是一个婴仔的爸母伫咧照顾的，所以判这林某无罪，专案抑阁会当上诉。细陈的年某去年5月行出法庭，面对记者提问，点无讲话，因为伊方指控讲涉嫌凌迟4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造成红婴仔脑受伤真严重。检方依照妨害诱动发育罪罪嫌起诉了后，头一摆开庭，家属要伫咧宜兰地院外口开记者会，批评年某，不过即马案情出现顿失。鉴定报告是认为说，男童在这个事发前3天的这个伤害就已经造成了。的这个可能性不低，那被告所辩呢，并非完全不可采。报告书就指出，经过台大儿童病院儿少保护医疗中心检判，这个查甫红婴仔脑出血时间是伫咧去年代志发生迄时1月13进前3天内，而且这段时间拢是查甫红婴仔爸母伫咧照顾，袂当排除脑出血是爸母造成的可能性。而且检察官提出的证据无法度证明这个年某有大力甲红婴仔害，互红婴仔防弄掉的事实，所以判这个年某无罪，会当上诉。这个红婴仔外妈无认同法院的判决，因认为红婴仔伫咧1月13进前就有脑出血，是安怎因咧照顾的时阵拢无出现异常，而且迄个时阵翕的影片，红婴仔佫真有活力。伊出来单，讲13进前
的问题。阮12至13个透早，你来好好哦，了好好哦，阮有路哦，拢有叮当哦。红鞋的外貌就表示，看到破决的结果，心内是真疼，绝对会上诉。因那红鞋即摆状况，家属表示已经有好小看，不过要是无好带。目前查某囝无头路，专心专意伫咧照顾囡仔，唔敢搁找年宝来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3个月，国内有不少家长拢有收到这4078块的电话小单。警方追查发现，讲是有这诈骗集团利用假 IG 口座接触这个囡仔，甲因骗讲呢，讲我的手机封锁起来咯，需要另外一支手机来斗3工甲伊解开，所以需要呢用另外一支手机来验证，就甲学生拐你的手机电话号码和验证码，随时用甲伊拐来，就是用来买这游戏的点数，要到200个学生互拐。手机向向跳通知写讲加一笔交易，才短3个月，就有188个人收到同款的消息。那消费的金额拢总是4078块，而且这条钱拢挂伫咧手机的小单顶管。诈骗集团其实也很厉害哦，其实他会利用他的这个好友，就是被害人的好友，去盗取这些照片，账号的这个名称也会这个变换一个字元哦，让这个学生看不出来是真是假。那希望说这个学生能够借他这个手机号码跟 OTP 验证码，他就会产生后面这个电信小额的付款的一个诈骗。原来这个是诈骗集团的新出头啊啦！伊是利用假 IG 的小号去接触高中以下学生，甲人讲我的手机去用锁掉咧，小号去用偷去，敢会当借你的手机号码，也个 OTP 的验证码来解锁。实际上，因若摕到手机号码，也个人的 OTP 验证码了后，煞去开通电信手机的付款功能，伫咧线顶甲人偷买 PlayStation 1年的会员服务。小三也没有给他手机，要玩的话，大人晚上有空才会接他看一下。手机上面一堆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小孩子要是一不小心误触了，就会影响很大了。对小孩子玩手机可以了，你家长或者有一些看护，你要在旁边看到。诈骗集团非法买到会员了后，用比市价更加低方式伫网络把这会员卖掉，用安尼来换钱。警方清查被害人当中，国中生占上济，数来是高中，上后壁是国校啊。因为这学生大部分也未成年，手机大部分拢是白爸母的名，一直到小单寄来，这家长才发现讲代志唔对啊。数位素养这个议题，在08年课纲其实都有，可是不见得有这么的强化这样子的观念。非常多青少年其实不知道要去 double check 这件事情。数位化的时代，每一个人拢会用网络，那这青少年要安怎用来安心咧？戴孝明就建议，爱强化囡仔辨识的能力，那家长嘛要用陪伴甲关怀来代替严格管教。政府相关单位甲业者嘛要共同建立更加安全的数位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全台湾收入这上届这县市，这主计总处公布2025年家庭收支调查。去年呢，这新竹县、新竹市家庭平均的年所得超过200万，是全台湾头2名的县市。另外，全台湾家庭会当支配的所得平均是121万，共款创新高。新竹高铁站附近拢是新起的大楼，而且一栋比一栋更较水，边仔有真侪建商的广告。根据主计总处顶礼拜公布上新的2025年家庭收支调查，去年新竹县市每一户平均年所得收入超过200万。虽然听看起实在互人真新鲜，不过一般民众讲，迄应该是伫科园区上班才有的薪水。新竹县市它太多高收入的工程师啦，那其实一般民众根本没有那么高的收入啊。因为科学园区员工有配股了哈，那一般的老百姓。因为没有配股，所以一般老百姓还好了，应该没到那么多了。新竹县市消费蛮高的了，比如一般看吃卤肉饭就好了，一碗现在要上百，跟一般的便当鸡腿便当也要130了。另外，根据统计，去年全台湾家庭会当支配所得平均是121万，比2024年增加3.9%，创下历史新高。那以县市来看，前2名同款是新竹县加新竹市。这份成绩不只是数字亮点，更是新竹市民努力与产业发展成果的展现。未来将持续拼经济、拼产业、拼宜居，让经济发展成果真正回馈市民，让新竹不只是所得高，更是一座年轻人愿意留下、家庭安心成家、企业愿意投资的幸福城市。
也有新竹民众是认为，新竹这个家庭收入悬，除了互新竹县市的物价评其他县市更加悬，也去悬附近新厝的介绍。虽然讲伫新竹科学园区上班薪水悬，但是要伫遮生活、要买厝，相对也是负担较大的开销。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彰化县的这人口呢，目前是120万2000多人，和2年前来比减少2万多人。这人口外移真严重，少年人想要回到故乡打拼，不过生活条件、经济发展拢会影响到因的意愿。彰化着地方团体举办活动，透过 Podcast、农村讲座等等来讨论基础政治、文化教育、就业等议题，希望少年辈做伙来讨论地方带，呼更较侪人来关心参与故乡的公共事务。少年人要选择伫都市生活，也是回来故乡。有地方团体用 Live Podcast 的活动方式，邀请青年做伙讨论公共议题。这届讨论的主题是安居成家。中华青年代表罗武洲表示，少年辈若要留伫地方发展，需要搁较侪公共服务甲社会资源的支持。像我家己转来住这3年，会感觉空气足歹的，要散步嘛无通散步。你要去图书馆，图书馆内底无开冷气，因为要省电，方方面面的问题，互感觉少年人感觉讲。住来彰化，敢若无啥物趣味，而且生活敢若会足困难的。除了大问题，少年人要伫地方生活，嘛牵涉到工课、教育甲公共参与这个议题。主办单位表示，这届系列活动连续办2个月，有讲座、文化行搭等等，互少年人有机会做伙开讲、交换想法。有民众认为，有这款的讨论空间，对想要回来故乡打拼的少年辈真有帮助。我伫遮是看到讲，有足多人是。想要倒来厝诶来做代志，因为阮以前毋知讲安怎去甲人开讲，安怎走倒去台中，变做你诶人嘛是搁倒去台中啊，所以我感觉即摆诶这活动是办甲足好诶。Podcast 部分是咧讨论青年的议题，但是阮阁有另外一部分是甲报道的有册店来合作，为即个迄铁路啊、5分仔车咧行的所在，落水溪较早甲即摆有啥物无共款的变化吼，为遮个方面去讲。主办单位表示，透过活动，除了互少年人重新认捌彰化，嘛希望会当造成讨论地方代志的社群，互更较侪人同齐关心故乡，参与公共事务。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公司台剧台要推出新影集《再见1987》，是一出时代剧，结合着台湾也个韩国的民主发展故事来做背景的。这是台剧台头一届和韩国演员合作，邀请韩国的这个国民妈妈演员文熙景伊来演出。伊也表示讲呢，台湾和韩国有真侪相像历史。那编剧是希望透过这戏出，互咱后一代当着艰苦的时阵，永远会记得人生的光辉也个温暖。这是爸对韩国寄回来对无？伊根本就无死啊！阮是一定希望世界变得更加好的少年人尔。哪你咧到底去找伊啊？唔通，迄足危险的。 40年来，拢掠准老爸已经过身，却因为一张被意外发现，老爸因为战争动乱流离失所，故事重返大时代的悲欢离合。这出是公司台剧台新影集《再见1987》，结合台湾甲韩国的民主发展来做故事背景。这嘛是台剧台头届甲韩国演员合作。韩国的国民妈妈演员文熙景讲，其实台湾甲韩国有真侪相像的历史。嘛有台湾的演员表示，希望会当甲台湾的故事讲予世界知。 1940년, 50년, 60년대, 70년대까지 한국의 어떤 사회 정치적인 그 분위기와 한국의 사회 정치적인 그런 분위기가 굉장히 좀 비슷한 구석이 또 많았고 공통점이 많았고 사실 분단의 아픔과 觉得心疼大家就是很辛苦的在讲故事，因为不是只有我们演员，就是我们演员受到影响其实是最其次的。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台湾的戏剧发扬光大。 编剧嘛分享讲，《再见1987》是参考真侪无共人的故事改编来的，真侪前辈的想法拢是单纯希望社会会当变愈好来追求理想。大个时代拢有幸福、困难甲受到压迫的故事。编剧希望透过戏出，互咱的后代在艰难的时，有关会记得人生的光辉甲温暖。后一届大时代的威胁，搁来的时阵，咱有法度学晓咱的爸爸妈妈。 咱的先辈安怎经过迄个困难？我感觉是为什么要伫这个故事去选择一个
较困难的时代来写的原因。再见1987拍算自8月30开始，每礼拜暗时8点在公视台语台放送，希望邀请观众同齐来欣赏这出年度的时代大戏，看见社会变迁当中感动人的爱情、亲情甲梦想。记者卢尚珠、林秀凯台北报道。为了要传承原住民文化，推动所谓规范，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甲台湾大学所谓人文研究中心伫今日签 MOU。也那这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也宣布正式启动台湾原住民族所谓典藏库，和分散伫咧世界各地文化资料，会当重新和部落的族人搁再连接。伫台湾族传统歌谣的祝福之下，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宣布正式启动台湾原住民族所谓典藏库。这个所谓典藏库有特别设计一个文物收录的清单，互民众会当直接伫线顶用关键字去查询台湾原住民的文物是放伫海内外博物馆的倒位。举个例子说，我们不太晓得到底台湾原住民的资料有多少，好，它分布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资料库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有一个鸟瞰的功能，它让你知道说什么单位有东西，那数量是多少。为了要传承原住民文化，推动所谓规范，17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也甲台湾大学所谓人文研究中心签合作备忘录，互四散伫全球的文化资料，会当重新甲部落的族人连结。那些原住民的文物的实物都已经到海外去了嘛，那但是至少说我们拍回来他的照片，然后知道他在哪里有什么。那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去跟原来的博物馆接洽嘛。数位典藏资料库上面收集了很多海内外的文物资料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哈。那这个部分上线之后，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去做检索。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表示，未来会继续深化甲国内外博物馆、学术机构甲部落的合作，让这个台湾原住民族所谓典藏库的内容更加丰富，也期待所谓典藏库会当成做一个让大家认捌原住民、连接族人甲世界交流的平台。记者顾佑基、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即摆极端天气的变化，确实是影响到咱的生活。赶紧带咱观众朋友来看到外国。讲到这地中海烟花呢，含这西欧地区最近森林野火真严重。希腊的度假区萨拉米斯岛16野火就烧甲真严重，上无有2个居民死亡，真侪人受伤，几落百人是赶紧坐船离开。另外，伫咧比利时的东部呢，也发生当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森林火灾，超过3000公顷的土地拢荒烧了。乌烟假日，大火伫冲天顶，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下昼会当讲当时爆发2件真美野火，伫7级阵风的助长之下，第时间内逼近主题区。当局出动数百名消防员甲10外只直升机全力搜救，也毋过火势来得伤紧，有2个人伫消防队赶到进前就不幸身亡。当时晓热旅游高峰，政府也紧急出动几只船，将500多名居民甲游客为海上撤离。Στην περιοχή πνέουν πολύ ισχυροί άνεμοι, οι ρηπές των οποίων φτάνουν τα 7 μποφόρ. Γεγονός που βοήθησε την πυρκαγιά να λάβει γρήγορα επικίνδυνες διαστάσεις και να εξαπλωθεί ραγδαία μέσα σε 7 λεπτά με κατεύθυνση προς τους πλησιέστερους οικισμούς. 灾害毋但出现伫地中海，比利时东部的高分数自然保护区，也爆发当地史上规模上大的森林大火，短短2年来烧掉超过3000公顷的土地，火甚至烧向德国边境。Triste de voir que jamais on n'aurait imaginé que la Belgique serait touchée par un incendie de cette ampleur. Maintenant, il faut s'en mettre à l'évidence. Je pense qu'on en aura de plus en plus et donc c'est à nous à se préparer au mieux. 因为当地属于烂土地地形，地层继续吸收，加上地势坎坷，大大增加拍火难度。随着欧洲继续面临破纪录高温甲酷寒，包括西班牙、法国甲希腊，极端气候引起野火，当继续威胁各地。公司新闻是派双编译。
美国夏威夷豪这强烈风暴拉拉扫过，造成一个人死亡，13万户失电。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已经减弱做热带风暴啊。不过这风雨依然是真大。树仔叫强风扇倒伫咧路中央，热带风暴拉拉逼近夏威夷，面临威胁的夏威夷大岛甲毛伊岛有大量的树仔倒去，佮地歹电线，致使规个州捌将近13万户无电通好用。We haven't had electricity all night. So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here and kind of assess for myself what's going on. It's been a prett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just trying to, all these trees are down with, on top of wires. 风暴带来真惊人的雨量，嘛，互真侪大道路拢淹水，大水加土沙已经淹甲拢无看车路。当局也证实讲，夏威夷大岛已经有一个人因为车祸相关的意外死亡。强风甲大水，佮造成上百栋的人家厝受损。夏威夷州长发布紧急状态，全面动员抢修基础建设。There's been a lot of roads impacted. The crews have already been out to 30 sites. We've had 190 flights that had to be postponed. They'll be rescheduled, of course. And we'll be moving crews out to make sure everyone gets their power back. Over 60,000 households have lost power, at least temporarily. 3 hospitals also lost power, but they have backup generators. They're going to be okay. 就算拉拉已经降级做热带风暴，不过风速也阁真接近飓风的等级，带来严重的大水雨加强风。夏威夷大岛2间国际机场被迫关起来，取消大量的航班。当局也已经伫真侪间高中来开设临时的庇护所，安置受灾的民众渡过这个难关。网新闻台湾人王基聪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